食豆腐这个词的由来吼，是咧讲倒一种查某人去互人搅了。A. 爱食豆腐的查某囡仔 ；B. 皮肤白甲亲像豆腐的查某囡仔 ；C. 是卖豆腐的头家娘。吃豆我讲腐是 C 诶食豆腐。哦， ，C 对。调料。你无感觉是爱食豆腐的查某囡仔？即摆袂使听主持，啊，为什么你感觉是 C？因为我感觉迄就是一种查甫人之间的术语。对。哎，今日要来食豆腐哦，其实是要去看迄个头家娘。哎呦，你感觉咧？应该是有影有影哦，哦，吼，爱文我唔知，你唔知哦，无意见啦，嘿。是，有淡薄仔青的你感觉咧？我第二个甲第三个伫咧调度，是，啊，毋过拄则讲第三个嘛是，是敢若有道理，哎哇，那加小金的感嘿觉。啊，对，是些术语啊，伊安尼讲真正有影有意思呢。行，咱来食豆腐，是要看头家娘。嘿，迄就敢若亲像咱目睭咧看那个冰淇淋的艺术感觉。对啦，共款的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啦，是。好来哦，爱较所以真吗？讲时间你要到啊，恁的答案是。 C 卖豆腐的头家娘。好，咱来看这个卖豆腐的头家娘，安尼对唔对？传出来宾讲吼，较早吼有一对阿某咧卖豆腐，啊，这个头家娘吼，皮肤是幼绵绵、白泡泡，生就足水的，所以足侪人吼为着要看伊吼，拢挑起来买豆腐啦。啊，所以有真侪人尾就讲，若去遐买豆腐讲，哦，你搁要去食豆腐啊？就是要去看水豆腐啦，哎，所以故事是安尼来。